Mornington WA5最著名嘅香港人村已經賣鬼晒，但唔緊要，隔離有另一個可能係更加好嘅選擇。Enroll Homes 嘅 Eagle Screen， 今次我哋同大家一齊入去啲現樓度睇下。Music Enroll Homes 嘅 Eagle Screen，Let's go！Postcode WA5-3ZH，WA5 呢塊地皮，相信大家都一定唔會陌生噶啦。Mornington最著名嘅香港人村就喺呢度啊。不過睇翻歷史文件，原來呢度以前係空軍基地嚟嘅。大概10幾20年前，政府提出咗一個長期城市規劃藍圖，叫做 Omega Master Plan， 將呢度打造成為一個可居住、可工作、可生活嘅綜合區域。時至今日，事實證明非常成功。呢個地方正正就係能夠滿足到居民可居住、可工作、可生活嘅要求，從而得到咁多本地及香港家庭嘅垂青。可居住就係吸引到多間大型發展商過嚟起樓啦。淨係呢塊地皮都已經有 Bloor Homes 嘅 Holly Grange， 總共有約200間屋，接近全部賣晒，仲要賣得好好添。剩翻最後2間4房啫，隔籬又有興建當中 Bellway 嘅 The Landings， 大約會興建250間屋。之後就係今次嘅主角 Enroll Homes 嘅 Eagle Screen， 總共會有約150間屋興建喺呢度。而今年年中至年尾仲有 Miller Homes 嘅 Aspen Road， 總共有約69間屋。數數手指，即係話呢塊地係有約700間新屋喺未來2年內陸陸續續興建完成，持續不斷地為呢區帶來新嘅活力同埋帶動樓價上升。可工作，呢度有多間大型國際企業嘅商業用地、倉庫、物流中心等等，當中包括 Amazon、Asda、Royal Mail 等等，都可以提供到大量嘅就業機會。可生活，每個屋苑都會喺度興建綠化步行徑、公園、休憩設施俾居民使用。附近仲有好多鴨仔添，好鬼得意。步行範圍內有 Lidl 超級市場、Costa Coffee Shop， 仲有牡丹樓添。揸車幾分鐘可以去到全英國最大嘅宜家家私。另外仲有瑪莎、Aldi、Sainsbury's、Asda 等等超級市場，應有盡有啊！學校唔使講啦，最著名梗係有 Great Sankey High School、Ofsted Good 嘅水平 ，GCSE 成績又唔錯，步行範圍內都可以返到學。總括呢區確實係生活質素相對地高嘅區域。而今次要介紹嘅 Eagle Screen， 睇完現樓我先發現原來有咁多賣點。比較起上嚟，似乎比 B 記嘅 The Landings 更加吸引。我哋一齊入去個屋苑睇下而家嘅興建進度啊！好啦，嚟啦各位，我哋一齊睇下 Eagle Screen 而家個興建進度去到邊啊！咁我而家就喺 Eagle Screen 嘅入口啦。我行嘅呢段咧，可以叫做係 Phase 1嘅地方嚟嘅，因為而家呢一個 Phase 1咧，大部分屋已經興建完成噶啦，有啲係現樓發售嘅，包括咗咧，譬如話我側邊呢一間啦，呢間就係 Plot 4，呢間係一啲3層嘅3房半獨立屋，即係 show home 嗰種嘅 house type， 叫 Pancake， 會有嘅，但係我相信咧3層就唔係話太過多人中意嘅，即係好蝦人嘅。咁但係咧有一啲則咧，我覺得係幾好嘅，包括就係一陣間我哋會入去睇嘅一間現樓，佢就係一隻3房半獨立屋，個 house type 就係叫做 Stockton 啊 ，Stockton 即係呢一隻啊。我而家見到喺我哋側邊呢一隻，咁佢個屋型咧，我哋入過去睇噶啦，靚仔嘅，靚仔嘅，門口喺中間。跟住廚房飯廳一邊，客廳另一邊嗰種嚟嘅，咁我係中意呢一啲嘅開式，同埋咧 Eagle Screen 咧，佢個花園咧
做得幾好嘅，我覺得，因為佢嘅去水係有用心去設計過，點樣防止水浸嘅。咁我哋一陣間入去睇嘅時候咧，再詳細慢慢去講啦。咁但係我哋而家行一行呢一個叫 Phase 1嘅路段，俾大家睇下而家係咩樣。嗱，方位上面咧，大家要知道啦。而家你見到呢個就係個太陽啊！而家時間就係大概11:3左右啦，所以呢邊就向東南。然後譬如話而家賣緊嘅呢一間 Plot 28，咁呢間係一啲3房半獨立屋嚟嘅，即係好標準嘅3房半啦。佢個 house type 叫 Woolston。呢一種咧，譬如話呢一間啦，佢個正門咧就向東北面，前面有2個停車位，後花園就係向西南嘅3房半獨立屋嚟嘅。咁呢隻我覺得都係幾唔錯，可以考慮嘅。另外咧就仲有一啲都係喺呢一邊嘅，咁但係大家可以望下個屋苑環境先咯。我覺得個環境上面咧，比我初去睇佢哋嗰個圖則嘅時候係更加靚嘅。因為佢啲路啊幾闊落嘅，屋同屋之間嘅距離咧係好遠嘅。咁呢個我覺得幾 surprise， 同埋始終佢係比較開揚啲嘅地方去做啦。因為佢出邊係一條馬路嚟嘅，咁同對面嘅其他屋咧係有一段幾遠嘅距離嘅。咁整個屋苑做出嚟嘅環境比想像中好嘅。我邀請大家啦，過嚟去現場望下成個環境，而家個興建進度做得好好。不過我相信咧 WA5 呢一個區，大家係完全唔陌生嘅，完全唔陌生嘅，因為你一定唔多唔少啦。如果你係住開 Wallington 嘅居民，你都會過嚟呢邊去睇樓嘅。即係因為當初賣得最好嘅就係 Holly Grange 啊嘛，即係 Bloor Homes 嘅 Holly Grange， 咁就係最著名嘅其中一條香港人村咧。咁而家 Holly Grange 已經賣晒嘅啦，即係剩翻1-2間嘅4房。喺呢一塊地皮裏面咧，4個發展項目裏面最快完成嘅就係 Bloor Homes 啦。第2個開始起咧就係對面嗰個 Bellway 啦，即係 The Landings。咁而家 Eagles Green 咧 Anros Homes 嘅 Eagles Green 就係第3個發展商喺度起呢塊地皮嘅。咁整個發展項目就叫做 Omega 啦。第4個發展商將會做咧就係 Miller Homes 啦。咁但係講緊佢要今年嘅年中先開始動工嘅，咁所以同埋佢塊地唔係好大嘅啫，69間屋咁上下啦。咁Eagles Green 呢度咧就150間屋嘅，咁所以我覺得下一個階段，如果你係想考慮 WA5 呢一個區嘅話咧，就應該考慮 Eagles Green。Bellway 唔係唔好，但係如果睇個 spec 去計嘅話咧 Anros Homes 今次呢個 Eagles Green 咧，相對地會好啲嘅。咁佢會有唔同嘅賣點嘅，同 Bellway 係2種風格嘅，比較下。但係我個人就會傾向會喺 Eagles Green 呢一邊多啲。入屋睇下。今次嘅誠實推介，2間3房嘅單位 ，Plot 32首推，開則好靚，坐北向南，景觀開揚，標價407995鎊。我哋有5% 嘅 discount， 折實387,595鎊。一陣我哋會入屋一齊睇現樓片段嘅。跟住就話係 Plot 28 3房半獨立屋，標價係349995鎊，975尺，係最抵賣嘅3房一積。正門向東北，花園向西南，連2個正門停車位。一陣間都會再入去睇下嘅。4房單位就係 Plot 98 The Whittle， 呢個會係一個幾好嘅選擇，因為廚房飯廳好大好舒服。而且4房嘅樓底會比3房高，3房樓底係2.4米，4房就係2.55米，高咗15 cm， 所以室內空間感係更加之大。呢間4房對 Whittle 同埋另一間3房對 Pencliffe 嘅 show home 片段，我哋已經放咗上成日不動產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，
只要撳入去呢條片嘅 description 裏面就會即刻睇到噶啦。而家就入嚟睇下 Plot 32呢間現樓啦，全屋使用面積1077尺，正門喺中間，飯廳同客廳左右分開，屬於蝴蝶開積。樓上係3間睡房，全屋3個洗手間，2個浴室。呢種屋型雖然佢係半獨立屋，但由於佢係背脊幅牆黐住隔離間屋，所以如果你從正面望過去，佢係好似一間獨立屋咁嘅，只係背脊有多抽嘢，好似孭咗個大背囊咁咯。另外再睇一個正門，正門同行人路之間做咗個圍欄，加強私隱度。行人路同車路仲會有一幅草地分隔。而呢條私家車路只係俾對面嗰2間屋嘅居民使用嘅啫，所以正門對出私隱度高之餘，仲會相對寧靜舒適啲。停車位就喺正側邊，平排泊到2架車，方便。而且亦都包咗電車充電器。一入屋，hallway都算係闊落嘅，直入就係個洗手間同埋洗衣房轉樓梯。而樓下嘅 hallway 同埋飯廳都係鋪咗地板。左手面就係個客廳，客廳長5.54米，闊3.2米，約180尺，包咗地氈。而由於佢係一個 corner plot 啊，所以客廳可以做到3隻窗，令到自然光更加充足，望出去嘅景觀亦都更加開揚。唔係3隻窗添啊，直情係5隻窗啊，5隻都開得嘅，仲要係加高咗嘅玻璃窗添啊。雖然未至於係落地玻璃，但係個窗台位都低過你嘅膝頭哥，所以自然光啊非常之充足啦。再翻過嚟睇下樓下個洗手間，佢個犀利之處就係隱藏咗個洗衣房喺入邊嘅，即係呢度你可以擺到一個洗衣機。亦都可以擺到個乾衣機喺度嘅，做到個洗衣房啦。而呢個櫃入邊就係個水缸。Eco Green 整個項目全部屋都係行環保節能嘅 Eco Home， 即係全間屋唔會再用 gas， 全部行電啊。無論係暖氣定係沖涼嘅熱水，都係透過最新嘅 Air Source Heat Pump 去製造熱水嘅。所以室外會多咗一嚿好似奶機咁嘅嘢，而室內就會有多個水缸啦。廚房就呈 L shape， 發展商就包咗雙焗爐、電磁爐同埋抽油煙機。我哋成個不動產會包埋雪櫃同埋洗碗碟機，保證送埋俾你嘅。由於全屋只係行電，所以就冇得轉做明火爐嘅。但我發現好多家庭都慢慢接受咗呢樣嘢，同埋好多都直情係想用電磁爐多過煤氣爐添嘅，因為容易啲清潔啊。初初就係年輕嘅家庭就會中意用電磁爐，後來整下整下，大家都好似越嚟越中意電磁爐咁咯。不過冇辦法噶啦，呢個都係所有發展商嘅大趨勢嚟噶啦。之後99.9% 嘅新屋都係會全部行電噶啦。後花園草皮，我哋保證係送嘅。呢邊就向西南，轉頭我哋先再出去睇一個後花園啦。好，我哋再上去睇埋3間睡房先。先睇第一間房，長4.19米，闊3.5米，約150尺，實用四正。初我上到嚟，直情以為係主人房添啊！因為真係幾大嘅，加上隔離就係個浴室，搞到我有個錯覺咯。但原來佢只係 bedroom 2嚟，所以 size 係幾理想嘅。呢間就主人房啦 ，corner plot 做到2邊窗啦，自然光充足，真係擺床嘅位係比頭先 bedroom 2細嘅。咁由於個 radiator 係喺窗邊嗰度啊，所以我估計發展商嘅設計入邊，將床嘅擺位係床尾向住另一邊隻窗嘅。你冇理由個床頭對住個 radiator 噶嘛。但最令我 surprise 嘅係個 radiator 好暖啊，即係個 air source heat pump 係好夠力製暖。
而門後面就好細心咁設計咗個凹位俾你放個大衣櫃嘅。Ensuite 名廁，不過個發熱毛巾架嘅位置好似貼得滯咯。企缸位夠闊落嘅，亦都照舊鋪咗全磚。名廁之餘仲有多個抽氣扇添。樓上呢層全部送地氈，亦都係我哋嘅4大保證之一。有陣時淨係睇 show home 好多嘢都唔能夠作準，所以我係好中意用我哋同發展商嘅關係，帶客人走入去啲現樓度睇下啲手工嘅。Ann-Rose Homes 嘅手工，我認為係幾滿意嘅，誠意邀請大家過嚟睇下樓。而整個項目要留意嘅地方就係唔同單位係有唔同嘅 spec 嘅，例如有一部分嘅單位係跟 radiator， 但係有一部分嘅4房單位係跟地暖 underfloor heating， 而太陽能板亦都唔係包埋，而係 upgrade 項目嚟嘅。所以喺選購單位之前，我哋一定會清楚同大家講述究竟呢個單位係包啲乜嘢，有啲乜嘢係唔包嘅。然後再去幫你拗發展商送啊嘛。後花園我哋保證會送埋草皮俾大家，但我最欣賞佢喺個 patio 度係會整埋個去水渠嘅。本身個後花園已經係好平整噶啦，但係整埋個去水渠就更加抵錫啦。再加埋佢鋪咗4行嘅 paving， 啲地磚啊，比其他發展商優勝，而呢個單位亦都鋪晒紅磚去做後花園嘅圍牆嘅，再送埋你一個 bicycle storage， 掂晒。好，之後我哋過去睇另一間 plot 28 3房半獨立屋 The Woolston。呢間呢，我最 surprise 嘅就係佢嗰個客廳 size 幾理想嘅，而且佢個玄關位入去客廳嗰度係冇門嘅，成條走廊都冇門，直至到去到入飯廳先會見到一隻門嘅。咁呢種開放式嘅設計，我覺得就幾適合香港嘅朋友嘅。最憎就係每一個 area 都有一隻門分隔晒，開開閂閂咁，好鬼煩噶嘛。廚房飯廳同頭先我介紹都唔同啦，呢邊嘅廚房位係呈 U shape 嘅，顏色上面都有分別嘅。呢邊係淺色嘅櫃門，再加淺木紋嘅 worktop。再講一次啦，因為我係搶先入去影俾大家睇，所以現階段啲電器係未放入去，絕對唔係交樓標準。而樓下嘅洗手間都係做埋個洗衣房喺入邊嘅。可以擺到洗衣機，亦都有個洗手間喺入邊，同樣地都係黑廁嚟嘅。上面3間房我就唔逐一慢慢同大家睇啦，因為都未整好，係咁以俾大家望下個 size 先。呢間係主人房啦，跟住呢一間就係第2間睡房。不過我比較有興趣就係第3間睡房究竟有幾大啊？因為睇佢個 floor plan 入邊呢，佢係將佢定義為係 study room 嘅，即係唔係 bedroom 嚟嘅。所以我就入咗呢間房入邊度咗幾長幾闊噶啦。佢係長2.33米，闊2.37米，即係連埋開門位嗰個位置大概就60零尺左右啦，只能夠放到單人床。同埋一個細嘅衣櫃咁啦。好啦，就係咁啦。我哋好快會聯同 Ann-Rose Homes 喺 Eagle Square 度搞現樓開放日，到時會帶大家入去現樓度睇下佢啲手工係點樣。密切留意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， 仲有 Flash 嘅公佈。多謝大家一路以嚟參加我哋嘅現樓開放日，期待再一次同大家相遇。我係成仔，我哋係誠實不動產。記住呢個世界係冇完美嘅屋，只有適唔適合你嘅屋。呢度係
Enroll Homes 嘅 Eagle Screen Music。特別呢塊地啊，相信大家一定唔會陌生噶啦。Warrington 最著名嘅香港人村就喺呢度，我哋嘅 Master Plan 可居住、可工作、可生活。Enroll Homes 嘅 Eagle Screen。